Hello，歡迎你返嚟小室冥想。喺呢一度畀你自己一個安靜嘅空間，放鬆心情，療癒自己，畀自己一個機會，重新感受你本來就係愛。你深深咁愛住自己。而家，請你慢慢閉上眼睛，將注意力放喺你嘅呼吸上面，深深咁吸一口氣，感受空氣進入你嘅身體，慢慢呼氣，將所有壓力、緊張、疲累都伴隨住你嘅呼吸，慢慢釋放出去。再做一次吸氣，呼氣，再吸氣，呼氣。每一次嘅呼吸都會令你更加放鬆，更加接近自己嘅心。而家喺你面前，慢慢浮現一個明亮又溫暖嘅粉紅色嘅光球。呢個光球閃爍住柔和嘅光芒，佢可能只有籃球咁大，又或者佢係一個氣球咁大，又或者佢可能係好大好大好大。呢個光球散發住純粹嘅愛、溫暖同埋療癒嘅能量。你可以慢慢走入去，感受到呢一份光包圍住，好似一個溫柔嘅擁抱，輕輕咁樣抱住你每一寸嘅身體，每一寸嘅細胞。你發現自己嚟到一個美麗、寧靜嘅粉紅色花園，四周圍開滿咗玫瑰花、櫻花或者蓮花，仲有好多你喜歡嘅花。喺空間裏面充滿住花香，同埋有啲柔和嘅陽光照住你。喺呢一度係你內心最安全、充滿住慈愛嘅地方。你可以企喺度，又或者你瞓喺啲花裏面，感受住被花包圍，又安全又溫暖嘅自己。
你嚟到呢個花園嘅中心，坐喺一個由粉紅星光組成嘅圈入邊，慢慢感受到一種深深嘅安穩、平靜同愛。將注意力帶到你嘅心口位置，呢度有一團柔和嘅光，慢慢咁樣喺度閃下閃下。每一次吸氣，呢一份光就會擴大啲啲；每一次呼氣，呢一份光就會更加深入你嘅身體。你而家喺心裏面對住自己講：我愛你，我接受你所有嘅樣子。你唔需要完美先值得被愛。我係安全嘅，我係被支持嘅。喺你面前，慢慢浮現咗一個人影，佢可能係過去嘅你，一個曾經覺得自己唔夠好、唔值得被愛嘅你。你望住佢啊，佢嘅眼神可能有啲迷茫，有啲攰。你可以輕輕咁樣行近佢，再俾一個大大嘅擁抱佢，同佢講：我睇到你。我唔會再批判你，我願意學習去愛你，去擁抱你。你已經做得好好啦，而家可以放鬆、休息，俾我去照顧你。而家將我哋心裏面嘅呢一份愛慢慢擴展出去，由你自己再流向你身邊重要嘅人，可能你屋企人、你嘅朋友，再去到你嘅同事，甚至乎流向成個世界。你唔需要做啲乜，只係俾愛去流動，因為你嘅存在本身就係一份愛。而家深深咁樣吸一口氣，慢慢呼氣，感受你心裏面仍然存在住嘅嗰團溫暖嘅粉紅色光，佢永遠都存在喺你嘅裏面。你可以隨時返嚟呢個空間，無論喺邊度，心情係點樣，
都可以揾返你自己。